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7篇，约珥书第3章第1节到第8节，彼得前书第4章第12节到第1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忍受苦难。人生总是有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有上帝可以依靠。在昨天，教会邀请了廖雅慧老师来举行诗歌的生命见证会。廖老师分享了他的生命从2009年来得到克隆氏症的胆硬的开刀，以及癌症等接受了10次的手术。他曾经想要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认为他面对了许多外人无法了解的苦难。但是他自己表示，事实上在苦难的当中，他真实的体会到了苦难中有上帝充满了的保守以及医治的恩典。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能够在今天还能够站在众人的面前，到处去分享上帝的恩典。在昨天下午，主日的下午，牧师参加了台北中会教会与社会部举行的高龄关怀事工教会同工培力课程的训练。在会中认识了一位来自总会高雄办公室的同工，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最近几年因为生病，因此有许多的训练都没有办法参加。这一位非常开朗、说话铿锵有力的姐妹，她在4年前被发现了有胃癌，在2年前又再度的复发，并且接受了一连串的手术开刀。她轻描淡写的对我说：“我是癌症末期了。”在她的言谈之间听不出，也看不出她对于生病这件事情的哀怨、埋怨，却看到她非常积极的参加会议，担任讲员。他跟廖雅慧老师都在面对一般人所无法面对的苦难。他们所依靠的是什么？他们所依靠的是上帝的医治的恩典。以色列人他们选择不依靠上帝，他们却选择了远离上帝，敬拜偶像。因此即将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他们被掳，他们被抓。后来上帝透过先知约珥这样预言说道：“我要召唤万国到审判国，我要因他们加给我的子民伤害的而审判他们。他们使以色列人分散到国外，分裂了我的土地以色列。他们抽签决定谁拥有俘虏，他们用男童换取妓女，卖女童去买酒喝。泰尔、西顿和腓利士各地区的人啊，你们想向我报复吗？如果是，我很快就要向你们报复。
你们夺走了我的金银，抢去了我的财宝，把它们放在你们的神庙里。你们把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卖给了希腊人，使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国境。我现在要从你们卖他们去的地方把他们带回来。我要照你们待他们的方法对付你们。我要叫人把你们的子女卖给犹大人，他们要把你们的子女转卖给远方的示巴人。我是上主，我这样宣布了。当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被掳，他们受苦，那是上帝的审判。可是上帝又借着约珥先知来对他们说预言，要将俘虏他们的、使他们远离故乡的这一些国家、这些人来审判他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们。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必须要回转向上帝，不再是因为不顺服、不悔过。廖雅慧老师他分享说道，必须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才能领受上帝的救恩。面对苦难的人，要学习忍受苦难，等候上帝的时间，才能领受上帝的救恩与医治。彼得又这样子说道，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遇到火一样的考验，不要惊慌，好像所遇到的是很不平常似的。你们应该以分担基督的苦难为一件乐事，好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得到充分的喜乐。你们若因跟从基督而受凌辱，就有福了。这表示荣耀的圣灵，就是上帝的灵在你们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在山上宝训的8福当中也这样提到，当别人因为你们跟从我而侮辱你们，迫害你们，说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多么有福啊！要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将有丰富的奖赏为你们保存着。从前的先知也同样受过人的迫害。彼得所说的就是根据耶稣基督的教导，劝勉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如何面对苦难，如同保罗也这样劝勉基督徒说，不但如此，在患难中我们仍然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患难培养忍耐，忍耐蒙上帝的嘉许，上帝的嘉许带来盼望，这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上帝特定的时机为罪人而死。为义人死的是罕有的，为好人死，或者有人敢做。但是上帝对我们显示了无比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忍受苦难并不是说没有理由的，不是说没有盼望的忍受，
这是有永生盼望的忍受，这样才能够得到上帝真正的救恩。彼得又提到说，如果受苦是由于做基督徒，不要引以为耻，却要因披戴着基督的名号而荣耀上帝。审判的时候到了，上帝家的儿女要先受审判。如果审判要从我们开始，那么不信上帝是福音的人会有什么结局呢？正如圣经所说的，义人得救已不容易，不虔诚的罪人又怎样呢？所以那由于上帝的旨意而受苦难的人，应该不断的以好行为来表示完全信赖那始终信实的创造主。正如早期先知提醒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必须回转向上帝，全然的倚靠上帝，交托给上帝，并且愿意跟随上帝。这样的信心就能帮助我们任何一个人领受救恩，脱离苦难。诗篇87篇，上主在圣山上建造自己的城，他喜爱耶路撒冷，胜过以色列任何城邑。上帝的城啊，请听他提到有关你的光荣事迹。在顺服我的那一些国家中，有埃及和巴比伦，还有非利士、泰尔和古时。我要把他们当作耶路撒冷公民。至于锡安，万国都是他的公民。至高者要使他强盛，上主要准备人民的名册，把他们都当作耶路撒冷的公民。他们要跳舞歌唱，我们幸福的泉源在锡安。感谢上帝保守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有主可以依靠。求主帮助我们坚持到底，因为你应许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帮助我们成为蒙福之人。祷告感谢奉主圣名求，阿们。